今集健康原因講多啲。近年日本人睡眠負債好嚴重，睡眠嘅世界權威緊急嚟到，教大家比較好嘅睡眠方法。但係相信有好多人覺得要有充足嘅睡眠真係好困難，所以世界上出色嘅睡眠研究所，美國史丹福大學入邊研究所頂級嘅日本醫生西野精治醫生緊急嚟到呢度。如果係睇少睡眠，可能會慢慢老化嘅，仲有機會增加患上各種疾病嘅風險。跟住會教下大家有助健康同長壽嘅比較好嘅睡眠法。喺日本坊間流傳嘅睡眠謠言，為咗了解真相，世界權威嚟到啦。今集醫生會教嘅係好多人都可以簡單咁學識比較好嘅睡眠方法。今集會有好多平時好少聽到嘅珍貴嘅知識，睡眠研究嘅頂端，史丹福大學醫生會教大家比較好嘅睡眠方法。幾時學？而家就學。世界頂尖嘅睡眠研究機關史丹福大學睡眠生物節律研究所所長西野精治醫生，請你多多指教。多多指教。大家好啊，我係西野精治，請大家多多指教。多多指教。嚟自史丹福大學，但係專程嚟到我哋呢個節目度啊！冇錯啊，真係㗎。因為今日咧有啲好重要嘅説話，真係好希望大家聽到嘅。今次係會講解關於睡眠嘅咩知識㗎？係史丹福大學嘅西野式比較好嘅睡眠方法啊！睇今集健康原因講多啲就可以了解比較好嘅睡眠質素啦。大家瞓成點啊？自己嘅睡眠質素係點呢？我細個嗰陣咧成日瞓嘅，但係過咗50歲就真係唔得啦。瞓瞓下咧都會中途瞓醒，好少可以一覺到天光嘅。係瞓得好少同埋瞓唔着。哦，原來係咁。因為我成日都會瞓唔着，係瞓唔着就冇辦法啦。係但係瞓得着嗰陣會瞓得好好。係我呢，最近真係覺得睡眠質素下降咗啊！係真係 feel 到㗎，係，所以有去做好多嘢喺呢度啊，黐啲貼啊，哦，黐喺鼻度嗰啲呢。咁我想問下大家以下呢啲問題啦。朝早好難起到身，晏晝容易覺得好眼瞓，夜晚成日瞓唔着，假日比平時瞓得耐，平時身體會好攰好懶，少少事都好會好煩躁。最近工作嗰陣成日都出錯，大家有冇中到呢7樣呢？就算只係中咗1項都好，都已經有好大機會稱唔上係良好嘅睡眠啦。我中3項啊！係我係真係晏晝嗰陣就會好眼瞓嘅，係瞓一陣就會精神翻咁樣咯。夜晚都成日瞓唔着嘅，同埋好似好小事就好容易會好燥咁。我係全部啊，全部少少嘢就會好燥噶。例如咁樣打就會覺得好痛，跟住痛就會變到好燥，唔係好痛啊，而係好痛啊，就會又燥又痛咁啊。我應該係上面嗰5項，有5項啊？應該係啦。到第5項為止。係啊，我唔會覺得好燥，不過工作出錯同我偷懶唔關事噶嗬。醫生，你1項都冇中？冇啊，冇中。雖然咧以前唔係咁樣嘅，但係跟住瞓覺瞓得好啲，咁就一項咁消失啦。係啊，哇，真係好犀利啊！好犀利啊！犀利啊！如果想提升睡眠質素，應該點做至好呢？睡眠研究界好出色嘅史丹福大學嘅西野醫生，用世界嘅數據整咗檢測問題出嚟。只要意識住呢樣，就有機會好容易咁擁有良好嘅睡眠質素。
我嚟到日本之後咧，都聽講過好多驚人嘅事嘅，好多係關於睡眠，而且係錯誤嘅情報係咁蔓延出去。尤其是日本喺近年真係處於好危險嘅狀況。哦，原來係咁。喺日本坊間流傳嘅睡眠謠言係真嘅定係假嘅咧？我係熱牛奶派㗎，最容易瞓得着。聽講安眠就等於要飲熱牛奶，為咗要瞓得好，喺臨瞓前飲一杯熱牛奶係咪會好啲呢？答案係其實冇乜大作用嘅。原來飲熱牛奶係唔得㗎。哦，如果飲熱牛奶你就瀨嘢啦。哇！呢個就係史丹福大學嘅笑話啦。雖然咧有好多人都會放鬆到啊，但係講到體温調節，其實飲凍嘅嘢咧係會比較容易瞓得着㗎喎。係。等陣先啊，有好多日本節目有講到飲熱牛奶嘅話係會容易啲瞓着嘅，咁講嘅節目都有好多㗎喎。係呢個諗法其實好古舊㗎啦。一直以嚟都認為牛奶入邊嘅成分，相信係會產生一種荷爾蒙，有助促進睡眠嘅。其實呢個變化係大約15個鐘之後先發生，所以就算臨瞓前飲，佢嘅效果其實都唔係幾大㗎咋。臨瞓前睇手機唔係幾好，大家都聽過啦。手機屏幕上面嘅光係咪會有礙於睡眠呢？其實，相比起手機屏幕上嘅光，接收嘅資訊有機會刺激到腦部，所以先有礙睡眠。其實而家手機遊戲啊、上網啊嗰啲接收住呢啲嘢，有好大機會令到大腦覺得興奮嘅。今次再嚟聽下，尤其係女性會更加做嘅灰姑娘時間。如果嗰日早瞓嘅話，我覺得皮膚好似會好啲咁。聽講會對皮膚好好，所以我真係的起心肝，決定咗要大概10點至2點之間瞓。據講會令皮膚好啲嘅灰姑娘時間，由夜晚10點至凌晨2點之間，會分泌出生長激素，就會令皮膚好啲。想皮膚好啲，就要堅持住喺呢段時間度瞓覺。其實想皮膚好啲，睡眠時間並唔係太重要。嚇！會唔會好着重灰姑娘時間嘅？雖然唔會好着重瞓嘅時間，但係咧，如果可以嘅話，就會盡量瞓多啲。呢個諗法其實係非常正確嘅。其實幾時瞓都得嘅，但係最重要嘅係一開始進入深層睡眠嘅話，生長激素咧就會幫皮膚補水啦，同埋近來開始都被稱為係抗老荷爾蒙。最重要嘅唔係喺一定時間瞓，而係要深層睡眠。所以並唔係喺嗰段時間度瞓就會分泌嘅。係冇錯，明白。我個人就希望灰姑娘時間可以冇咗，因為係我做節目嘅時間嚟㗎。最好大家唔好瞓咗咯。好想大家睇。係啊，所以如果想提升睡眠質素，應該點做至好呢？由世界權威發明嘅睡眠方法，為咗健康同長壽，不妨一齊學下啦。史丹福式想要優質睡眠，其中重要嘅一點就係想要有優質嘅睡眠，頭90分鐘係至重要嘅。哦，相反，就算瞓幾耐，但係頭嗰90分鐘瞓得唔正確咧，跟住嘅睡眠有機會失調，結果就會得唔到滿足嘅睡眠啦。其實頭嗰90分鐘會分泌出大約80%維持住健康其中不可缺少嘅生長激素，係有研究發現出嚟㗎。其實分泌荷爾蒙、生長激素至重要係頭嗰90分鐘，
有大約80%會喺第一週期度分泌。可以睇下呢度嘅，呢度可以睇到啦。第一個係最低嘅，表示係最深嘅睡眠。呢個深層睡眠對身體嚟講係好重要嘅。即係話，有冇頭嗰90分鐘嘅深層睡眠，可能會好直接咁影響到可唔可以好好休息啊？而睡眠質素亦都會因此而產生變化。睡眠研究嘅權威覺得，具體上要做啲乜嘢先至會有優質嘅睡眠呢？為咗探索呢個秘密，就緊貼住醫生嘅日常生活啦。跟住發現唔係咩特別嘢，好多人都可以輕鬆做到，就有機會擁有優質嘅睡眠質素。想要有良好睡眠，頭嗰90分鐘好重要。呢一點頭先都講過啦。可以好易一瞓就熟睡嘅方法，我哋而家即刻嚟睇下。呢個係西野醫生一日嘅睡眠時間表，用7個鐘嚟做睡眠時間。醫生為咗頭嗰90分鐘可以好快就進入熟睡，喺一日當中，朝早、挨晚、夜晚就會做呢4個動作，咁樣就係佢嘅優質睡眠法啦。同埋，醫生每日瞓7個鐘，原來係有原因㗎。有研究指出，每日瞓7個鐘嘅人，原來係最長壽㗎。咁所以，到底一日瞓幾多個鐘會比較好呢？其實咧，有個報告有指出到，每日到底要瞓幾多個鐘先至係比較健康同埋比較長壽嘅。咁嘅結果咧，以美國嚟講就係大概7個鐘頭左右。瞓大概7至7個半鐘嘅人咧，例如話佢哋喺6年後嘅死亡率，相比之下係最低嘅。而瞓得3個鐘嘅人咧，相比起7至7個半鐘嘅人，就會高出1.3到1.4倍咁多嘅。係冇睡眠負債嘅西野醫生做嘅就係呢4樣嘢。首先係起身之後就係會咁做，朝早5點。早晨啊，係早晨啊，瞓得好唔好啊？瞓得都幾好嘅。哇！你睇下今日天氣幾好。哦，係喎，天氣好好啊，正啊！哎呀，有冇開窗簾㗎？冇錯啊，因為每一日咧，每日都要嘅，幫自己嘅生理時鐘 reset 翻好佢先得嘅。咁所以咧，每一日都要喺 set 好嘅時間度去曬下太陽，咁係非常之重要嘅。史丹福大學嘅西野醫生喺朝早會做嘅事，就係會去曬太陽啦。就係咁樣啦。朝早咧要曬下太陽，起咗身之後，首先要去曬下太陽先。如果起身同瞓緊嗰陣嘅狀態冇唔同嘅話咧，夜晚就容易瞓唔着啦。嗱，醒咗嗰陣，清醒狀態係好重要嘅。咁要曬幾耐太陽光先至得啊？實際上20秒都得。冇錯係啊，曬15至20秒已經有效㗎啦。不過一定要係太陽喎。太陽光嘅效果同人造光嘅效果係咪有分別嘅咧？其實因為太陽嘅光係好光亮，咁佢有抑制住幫助促進睡眠嘅荷爾蒙褪黑素嘅效果，所以朝早曬太陽就可以幫助到重設生理時鐘啦。要擁有優質睡眠嘅4個重點。朝早起身之後，第2個行動就係動下。醫生佢行到去洗手盆度，問題西野醫生為咗優質嘅睡眠，朝早去到洗手盆度會洗某個部分，到底係洗邊一個部分呢？
朝早，西野醫生最先洗嘅部分係洗緊手啊！醫生突然喺度洗手喎。整凍啲對手會容易產生刺激。研究結果表示咁樣可以幫助抑壓睡意嘅。答案原來就係洗手。跟住，哦，醫生，你平時都係赤腳㗎？哦，冇錯啊。其實咧有研究結果報告顯示，將手腳變得冰冷啲係可以幫助抑壓睡意嘅。相信大家朝早都會洗面，但係醫生話，就連洗手都可能同睡眠有關係嘅喎。到底點解會有關嘅呢？我哋有個實驗係揾咗啲好想瞓覺但係成日都會失眠嘅人，將好多唔同嘅身體部分試下凍下佢、熱下佢咁。咁第一項就係降低體內溫度嘅話，就會易啲瞓着嘅。而如果想降低體內溫度，就要整暖啲手腳，令啲熱可以散發到出嚟。咁相反，令手腳凍啲，咁就可以容易抑壓住睡意，冇咁眼瞓啦。實驗結果係咁嘅，所以朝早喺屋企赤腳或者用凍水洗手咧，可能會醒啲，清醒狀態就會提高啦。哦，我朝早係一定會去焗桑拿，跟住再去浸浴嘅。咁樣係咪幾好㗎？冇錯，係好嘅，係嘅。哦，各位，如果想夜晚瞓得好啲，不妨朝早就去曬下太陽，整凍啲手腳 ，reset 翻身體入邊嘅生理時鐘啦。史丹福大學西野醫生實際上做緊嘅，為咗擁有優質睡眠嘅4個重點。挨晚做完嘢嗰陣，咁樣，挨晚5點，挨晚5點，西野醫生做完嘢之後，為咗擁有優質嘅睡眠而做嘅係咩呢？提示係返屋企途中，好多人都可以做到㗎。答案就係散步。挨晚嗰陣會做下小運動嘅。如果做啲唔會好攰嘅運動咧，體溫會上升，之後就會下降翻。喺嗰陣瞓覺嘅話咧，就會更加容易瞓得着㗎啦。頭先醫生你話要做啲小運動啦，係咪散步都夠㗎啦？夠㗎啦。如果做啲太激烈嘅運動咧，可能會刺激到個腦，令佢好興奮。做翻適當運動，跟住再放鬆下嘅話，有機會瞓得好啲嘅。西野醫生喺挨晚嗰陣會去散步15分鐘。挨晚做啲輕鬆嘅運動，喐下身體嘅話，夜晚嗰陣身體會更易進入休息狀態，所以有機會令睡眠質素變好啦。史丹福大學西野醫生實際上做緊嘅，為咗優質睡眠嘅4個重點，最後係瞓覺前90分鐘，夜晚7點，醫生喺度食晚餐。食完晚餐之後，我會放鬆下自己嘅，例如讀下書啊、睇下相啊咁樣，聽下歌啦。咁會做下呢啲嘢嘅，好多時都會唔諗嘢，咁啊放空下。夜晚臨瞓前90分鐘，西野醫生為咗優質嘅睡眠，一定會去做嘅係咩呢？跟住醫生你會去做啲咩㗎？我臨瞓前大約個半鐘咧，就會我通常都習慣去浴缸嗰度浸下浴嘅。答案就係去浸浴啦。其實臨瞓前嗰90分鐘嘅浸浴，
對開頭嗰90分鐘嘅睡眠可以話係不可缺少㗎，呢樣係好重要嘅一點嚟㗎。大家都會浸浴啦，嗬。係其實浸浴嚟講咧，實際上係會令體温上升嘅。嗱，咁樣例如果浸15分鐘40度嘅水咧，體温會上升0.5度。如咁樣要變翻原來咁咧，就要需要90分鐘嘅時間先變得翻嘅。吓，只係浸咗15分鐘啫係喎。喺呢啲時候咧，體温如果好高嘅話，係會瞓唔着嘅。所以有一點好重要嘅就係體温上升咗嘅話，咁身體就會將體温好大幅咁降翻低。咁所以用90分鐘變翻原本嘅體温之後，相比起浸浴嗰陣，體温會再下降。咁樣喺呢個時候瞓呢，就可以好容易咁瞓得着㗎啦。原來係咁。個概念係咪即係用浸浴呢個方法令體温容易啲下降？冇錯，係令佢上升再下降。哦，平時真係好忙，忙到一返到屋企就要準備瞓嘅人，只係用熱水浸腳都得㗎。仲有喺睡房，為咗唔好令佢有多餘嘅資訊，重要嘅就係令間房簡約啲。跟住瞓覺嗰陣，哇！原來已經10點㗎啦，我已經夠鐘瞓覺啦。咁今日就拍到呢度啦，早唞啦。咦，醫生啊，點解要整低個鐘嘅？哦，因為有啲人咧瞓下醒咗咧，個望到個鐘就會發現自己哎呀，原來瞓得咁少㗎咋啊！咁樣咧就會因為瞓得少覺得好不安。為咗避免呢種情況咧，我覺得咧最好唔好望個鐘會好啲。今日都講夠啦，早唞啦。係，好好休息啊，早唞。都多多指教啦。聽日都請多多指教。瞓晏覺嚟講咧，如果瞓得太冧，有機會出現睡眠慣性，起身嗰陣個腦都未瞓醒嘅。哦。嗱，所以30分鐘內啦。如果有啲人只係瞓10分鐘就夠嘅話咧，咁就瞓10分鐘啦。係。哦，因人而異嘅。係，冇錯啊，因人而異啊。咁瞓覺嘅方法會唔會有影響㗎？即係例如話喺喐緊嘅車啊、電車度瞓嘅話，又或者喺床啊、梳化啊咁樣。哦，呢個係好重要嘅條件嚟嘅。咁就一齊嚟睇下實際係點瞓㗎啦。而家係晏晝嘅12點30分。史丹福大學西野醫生將隻手穿咗落手枕度，伏喺張書台度開始瞓晏覺。晏覺係咪應該瞓咗會好啲㗎？係㗎，對睡眠負債嘅人嚟講咧，就算只係瞓咗好短時間，我相信佢跟住嘅表現同埋精神都會好啲嘅。據西野醫生所講，如果持續嚴重睡眠負債嘅話，有機會增加患上疾病嘅風險，例如癌症或者認知障礙症等，就係咁啦。我哋而家會講嘅已經唔係睡眠不足，而係用到睡眠負債呢個字眼。負債係負債，即係同借錢還錢嘅道理一樣嘅。啲債就自己唔知咁慢慢越積越多，到你諗住還嗰陣，可能都還唔到啦，已經遲咗啦。好恐怖啊！自己都唔知咁積落嘅睡眠負債，其實有一個方法係好多人都可以 check 到自己有冇睡眠負債㗎。唔知大家平時平均係瞓幾多個鐘嘅呢？要 check 自己有冇睡眠負債好簡單，借住窗又或者鐘呢啲有資料性嘅嘢，試下唔好理時間就咁瞓。如果瞓嘅時間同平均睡眠時間相差越大嘅話，就有可能係越大機會有睡眠負債啦。如果同平時嘅睡眠時間相差2個鐘以上咧，咁就有機會係有睡眠負債啦。今次我哋揾咗10個普通人幫手實驗，睇下有冇睡眠負債。做完之後有驚人嘅發現。唉，
早晨啊，你好。平時平均睡眠時間係6個鐘嘅呢位男士，夜晚12點就瞓，朝早會幾點起身呢？朝早一瞓醒就起身去睇時間，結果發現係9點啊！原來瞓咗咁耐㗎啦。多過平時3個鐘。因為工作忙，平均瞓得5個半鐘嘅呢位男士，幾乎11點。今次竟然10個入邊有7個瞓得比平均嘅睡眠時間更加長。冇錯，就算以為自己嘅睡眠好充足都好，不知不覺間，睡眠負債慢慢累積落嚟。醫生表示，日本有好多人可能都有睡眠負債。跟住係關於睡眠負債嘅問題，因為平時工作好忙，導致睡眠時間短，所以有啲人就會趁放假好好咁瞓返覺嚟消除疲勞。睡眠負債係咪瞓返多啲就可以抵消到？答案係唔得㗎。累積咗咁多嘅睡眠負債，只係靠用1、2日嚟瞓返，係唔可以抵消到睡眠負債嘅。只係靠合埋對眼就可以抵消到睡眠負債？答案係唔得。不過咧，我阿媽話好眼瞓嗰陣，如果合埋對眼係可以消除到疲勞嘅，所以我以為係真㗎。我話我瞓唔着嘅話，阿媽就會話合埋眼都得㗎啦。所以其實我覺得某程度上嚟講，咁樣做可以話係休息，但係睡眠其實做緊好多角色嘅，尤其是同病痛有關聯嘅話咧，只係喺張床度咁做，其實未必消除到㗎。哦，原來係咁。如果只係合埋對眼嘅話，並唔係解決睡眠負債嘅根本對策。以前講到睡眠咧，就覺得只係休息，但係近年有好多研究結果指出，原來睡眠同疾病好有關係嘅，所以都想講下有關嘅嘢。如果唔好好瞓嘅話，原來係會同疾病扯上關係㗎。睡眠負債可怕嘅地方係喺自己都唔知嘅情況下，可能都會睡眠不足，係唔會有自覺症狀嘅。醫生亦都話，如果而家唔處理嘅話，可能會令到自己患上嚴重嘅疾病。跟住係有研究指出，如果瞓唔夠某個鐘數，有機會增加患上認知障礙症、乳癌、糖尿病幾倍嘅風險。大家嘅瞓覺時間又夠唔夠呢？首先，瞓唔夠個鐘嘅人，有機會增加患上認知障礙症嘅風險約1.6倍。日本厚生勞動省指，到2025年嘅時候，喺日本65歲以上嘅長者，每5位就有1位會患上認知障礙症。對日本嚟講係好嚴重嘅問題之一。跟住，史丹福大學西野醫生研究緊嘅認知障礙症同睡眠之間嘅關係，有機會增加患上認知障礙症風險嘅就係瞓唔夠7個小時。有好多人都瞓唔夠7個鐘㗎，嗬，係咪啊？係，冇錯。係咯，頭先都提到日本人每日瞓得6至7個鐘，係平均都係咁噶嘛。講得冇錯，係啊。點解睡眠負債多可能會增加患上認知障礙症嘅風險嘅？咁有一項實驗咧，我哋大學做嘅就係將老鼠唔俾佢哋瞓覺，亦即係限制住佢哋嘅睡眠。咁嘅話，被認為係認知障礙症當中嘅阿茲海默症嘅成因就係澱粉樣蛋白 beta 呢樣嘢會喺老鼠嘅頭入面積聚，就係咁，結果係咁樣嘅。澱粉樣蛋白 beta 就係日常活動所產生嘅腦嘅廢物啦。
佢會傷害神經細胞，跟住令到腦部嘅工作衰退。西野醫生嘅實驗將限制到3個星期睡眠嘅老鼠同冇限制到嘅老鼠嘅腦相比，發現有睡眠限制嘅老鼠嘅腦有好大量嘅認知障礙症成因澱粉樣蛋白 β 積住。點解會咁樣嘅呢？西野醫生將腦用棒球場嚟比喻，等大家易啲明白。舉個例啊，例如棒球場咁啦，喺比賽緊嗰陣呢，如果想喺嗰度執垃圾嘅話，咁係會比較困難噶嘛。所以會喺比賽完咗之後，冇任何觀眾嘅情況嗰陣先執垃圾嘅。咁同一個道理啦，喺瞓緊覺嗰陣就會好有效率咁清走晒啲廢物出嚟。咁所以如果冇深層睡眠，就會變成包括認知障礙症等嘅退行性疾病嘅來源，就係咁啦。睡眠不足會令腦廢物累積，伴隨住患上認知障礙症嘅可能。咁多位要好好記住啦。有研究指出，睡眠時間短嘅話，可能會增加患上疾病嘅風險。瞓唔夠個鐘嘅人，免疫力有機會下降，患上感冒嘅風險高達4.5倍。雖然只係感冒，但係唔好睇小。隨住免疫力下降，唔止係感冒，就連流感等種種其他傳染病都會變得更加容易患上。2015年，加州大學指出，有機會令免疫力下降，增加患上感冒風險嘅睡眠時間係不足5小時，唔夠5個鐘。呢個研究係喺日本諗唔到嘅實驗度拎數據嚟做嘅。加州大學喺2015年對160位實驗人員喺個鼻度將啲感冒病毒放入去滴鼻管度，滴咗2個星期。個實驗好辛苦喎。到底點解睡眠時間短嘅話就會易啲感冒嘅呢？各位知唔知喺瞓緊嗰陣，其實身體係做緊啲乜嘢嘅呢？當然係會休息緊啦，但係唔止呢樣嘅，其實仲提升緊負責對抗病原體嘅免疫力嘅。呢樣係經研究發現嘅。以前一講到睡眠就覺得只係休息啊，係嘛？但係其實喺瞓覺嗰陣仲會做其他嘢，係會擔當唔同嘅角色嘅。其中一樣就係同感冒有關嘅免疫力啦。所以如果瞓得好啲嘅話，擊退感冒病毒嘅機率就會上升，係咪啊？冇錯，係嘅。仲有一樣就係，就算係接種咗流感嘅疫苗都好啦。如果喺嗰段時期你嘅睡眠質素唔好啦，都會整唔到嘅，好難製造到抗體出嚟。所以其實真係充足嘅睡眠係好重要㗎，記住啦。咁打預防疫苗啊，但係整唔到抗體，咁咪又要俾錢，又係得個痛字。冇錯啊，所以至少要喺接種疫苗之後瞓得好啲咯。充足嘅睡眠有機會提高免疫力，有助防止感冒等傳染病。跟住喺接種完流感疫苗等等嘅當日，為咗製造抗體，會建議好好咁瞓多啲。有研究指出，睡眠時間短嘅話，患上疾病嘅風險可能會提高。瞓少過個鐘嘅人，有機會患上乳癌嘅風險會增加大約1.7倍。日本最多女性患上嘅癌症就係乳癌，乳癌都係同睡眠時間有關係嘅。2008年，東北大學指出，有機會增加女性患上乳癌嘅風險嘅睡眠時間係6小時以下。6個鐘頭以下。同埋咧，男性都有好典型嘅癌症嘅，就例如前列腺癌咁啦。
東北大學進行咗調查，果然啊，瞓唔夠6個鐘嘅話咧，患前列腺癌嘅風險係高1.4倍左右嘅。美國芝加哥大學做緊一個好驚人嘅實驗，而家做緊嘅研究係將老鼠放入個籠入面，然後阻住佢哋嘅睡眠嚟進行呢次實驗嘅。呢個實驗係將癌細胞移植到幾隻老鼠度，跟住用定期會通過嘅障礙物嚟阻礙住老鼠嘅睡眠。4個星期之後就有變化啦，發現睡眠被阻礙嘅老鼠嘅癌細胞同冇阻礙嘅老鼠相比，個癌細胞係大咗約2倍咁多。呢個係通常當身體入邊有癌細胞嘅話，免疫細胞會攻擊，會幫手抑制住癌細胞。但係有睡眠負債嘅話，免疫細胞可能會變得好遲鈍，就會令到癌細胞可以繁殖，就係咁啦。睡眠同癌嘅關係其實唔止瞓覺時間重要，喺幾點瞓都好重要嘅。西野醫生話有個時間係好容易製造出癌細胞。其實如果喺某段時間瞓嘅話，癌細胞就會容易啲被擊退。咁到底容易製造出癌細胞嘅時間係乜嘢呢？喺某段時間瞓會容易啲擊退癌細胞，喺嗰陣瞓會好啲嘅時間係，大家大概係幾點瞓嘅咧？瞓到嘅話，我真係會好早瞓㗎，9點、10點左右啦。吓？咁佢幾點起身啊？2、3點左右咯。吓？有個時間係癌細胞最活躍、最容易製造到出嚟嘅，就係凌晨12點到5點之間啊！嗱，呢段時間咧，就算製造咗癌細胞，正常都會被除去嘅情況會係多啲嘅。咁免疫系統會工作㗎嘛？咁淋巴細胞呢個淋巴細胞會活性化嘅時間咧，就係瞓緊嗰陣啦。就好似灰姑娘時間咁啊！醫生意思係喺凌晨12點到5點瞓會好啲。冇錯。有研究指出，睡眠負債可能會增加患病嘅風險。跟住係瞓少過個鐘嘅話，有機會增加患上糖尿病風險2倍。2005年，美國嘅研究團隊指出，有機會增加患上糖尿病風險嘅睡眠時間係5小時以下。同糖尿病等生活習慣病好有關聯嘅係荷爾蒙平衡。喺體內分泌嘅咁多種荷爾蒙，對影響身體同精神嘅健康狀況好重要嘅。睡眠對調整荷爾蒙平衡嚟講係好重要嘅角色。實際上，人又好，動物又好啦，一用到睡眠機制咧，胰島素啊、血糖會下降。如果胰島素分泌得唔好咧，血糖會上升。例如失眠症嘅患者，報告發現有糖尿病嘅病人都有幾多嘅。所以即係話睡眠不足同生活習慣病咧係有住好密切嘅關係。糖尿病啊、變肥咗同睡眠不足都係有關嘅。即係如果唔好好瞓，就會變肥，係冇錯冇錯。咁喺美國聖地牙哥嗰度咧，女士當中啦，睡眠時間短啲嘅人咧，研究結果顯示係會肥啲喎。例如肥胖嘅人咧，喺脂肪細胞度會有叫做瘦蛋白嘅荷爾蒙，咁佢會令人唔好食太多嘢嘅。但係如果睡眠不足咧，瘦蛋白就會減少。咁相反，有種荷爾蒙係會令人嘅食慾增加嘅，嗰種就係喺個胃度出嚟嘅胃飢餓素。呢種荷爾蒙相反啊，如果唔瞓嘅話就會分泌得多啲嘅，就係咁啦。林修啊，聽到呢度你覺得點啊？我覺得頭嗰90分鐘咧，到底我會瞓成點樣咧？我今日最大體會就係咧，想同呢90分鐘決一勝負啊！比較健康嘅方法就係每日喺同一個時間瞓，
同埋就係培養令自己有深層睡眠嘅習慣。如果你做到嘅話咧，免疫力啊、清走廢物啊等等呢啲工作都會做得好啲、有效率啲嘅，咁就有機會預防到疾病啦。最後係呢個節目嘅通知，一路以嚟多謝晒你啊！健康原因講多啲主持多年嚟嘅助理講師宇佐美佑果喺今集節目畢業啦，一直以嚟好多謝你啊！